你以為自己30歲，但你個腦可能已經老咗10年啦。呢個唔係嚇你，係科學事實。Day Trade Aging 最新研究掃描咗超過3000個人嘅大腦，發現一個殘酷真相：你嘅腦年齡同你嘅實際年齡可能完全唔同。佢哋用咗 MRI 影像同血液蛋白分析咧，計算出每個人嘅腦齡差距，即係你個腦生理上有幾老，減去你實際幾多歲。結果發現咧，係腦齡越大嘅人咧，係死亡率、認知衰退、患上腦退化症嘅風險都明顯更高。反過嚟咧，係腦齡比實際年齡年輕嘅人咧，唔單止活得更長，而且活得更清醒啦，更有生命力嘅。更重要嘅係呢種差距唔係靠運氣，係可以量度、可以介入，甚至可以逆轉。衰老唔係由皺紋開始，係由大腦失去彈性嗰刻開始。我哋以前講長壽，睇基因、睇飲食、睇運動，但係其實真正決定你晚年嘅生活質素，並唔係你有幾多皺紋，而係你個腦仲有幾多好奇心、幾多學習能力、幾多情緒嘅性。Brain Age 就係呢個時代最精準嘅生命指標。科技令我哋睇得見衰老，亦俾咗我哋改寫生命時鐘嘅機會。以前我哋只能等症狀出現先去睇醫生，而家我哋可以透過影像同血液測試，提早10年知道大腦發生緊咩事。呢個唔係恐懼，係自主權。當你知道自己個腦仲年輕，你會更有信心去學新嘅，行更遠嘅路。當你知道自己需要調整，你可以即刻行動。運動、營養、睡眠、認知訓練，每一樣都係對抗老化嘅武器。真正嘅長壽呢，係令大腦永遠保持年輕嘅好奇心，識得食、識得住、識得生活。我係 Fanny，下次再同大家探世界。